為咗俾觀眾多啲新鮮感咧，好多歌手都會不停咁變㗎，咁可以變下歌路喎，又或者可以變下啲緋聞對象咁。最簡單嘅就梗係變下形象啦，冇乜幾多個咧，好似周慧敏咁㗎，10幾年都係做玉女，而且都係仲係咁有說服力啊！真係估唔到連李宇春咧都話想試下變形象，係咪因為之前周杰倫一句話佢唔係咧一般男士心目中中意嘅類型咧？咁想俾啲驚喜我哋嘅話，係咪會試下轉後輩神嗰啲打扮呢？咦，轉後輩神嘅打扮我都想睇啊！不過李宇春咧變極咧都係變翻着恤衫加牛仔褲啫。超女冠軍李宇春喺香港就未紅得起啊，咁但係喺內地咧依然有大批嘅 fans 㗎。最近李宇春就為自己首張個人原創專輯做後期工作，更加特別請咗造型師李東田為自己製作全新嘅造型照。可能李東田對呢一位超女未熟悉啦，2個月嚟試咗5次造型，依然係達唔到共識。不過最後用咗4個月時間，終於李宇春嘅新造型出世啦。想見下一向 man 慣嘅超女李宇春着下裙仔啊，似乎就叫大家失望啦。事關超女依然係白色 T 恤、白波鞋再加牛仔褲，講到底大家都係中意聽佢唱歌嘅啫。李東田就幫李宇春設計造型啦，咁而李宇春亦都好俾面咁樣出席對方旗艦店嘅開幕。呢一日出席嘅更加有胡軍、鐘麗緹、范冰冰、蘇有朋等等，大家似乎玩得非常開心啊！介